第二回合小組對決，跟住出場嘅係第三組。介紹翻 Group 3，佢哋係今個回合平均年紀最細嘅一組，成員包括17歲嘅唱將小雞，表情管理大師 Bosco 關，今年先夠18歲嘅 Alvin Lai， 哥哥擔當就有 Gordon 同大媽，兩位哥哥同3位小朋友，平均年齡唔夠20歲，唔知會擦出咩火花呢？一望到大媽就想跳舞咯，我哋呢個組合其實都適合做跳唱嘅，跳唱咯，主要啲組係同埋年輕咯。我好開心啊，終於可以同啲好朋友一組。邊個係你好朋友呢度？Gordon 同 Bosco， 我同大媽雖然未一齊跳過舞，但係我諗應該都會幾夾嘅。阿小雞擺喺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驚喜嚟嘅，因為我覺得平時我哋都係見到你唱歌嘛，可以喺今晚見到你跳舞就好啦。咁希望你哋可以變一個好年輕嘅跳唱 item 俾我哋睇啦。係咯，你哋快啲打俾 Gordon 同佢報喜，順便講埋對手係邊組啦。我哋個對手係 Jack Low、Jeffrey、Billy、Lee、邵冠、Larry。呢個回合唔簡單啊，快啲諗下做咩啦！咁多位老師早晨，我哋今次咧個主題咧就係希望行一個魔鬼男團，係啦，然之後我哋今次衫嘅 reference 可能 Gordon 會露下手臂啊，之後我哋可能着啲 top 少少，可能會有少露到腹肌嘅衫啦。小雞想保守少少，今日嘅 presentation 就嚟到呢度。睇嚟你哋今次嘅服裝都好緊要喎，一於俾 HKDI 嘅姐姐幫下你哋咧。step 即係其實我哋一日 call 咁多個鐘，唔會唔識咯，唔會甩 step 咯，但係態度啊、表情啊，你想用啲咩感覺去呈現隻 piece 係真係要襟咯。即係做唔到嗰個 feel 就好似小朋友扮大人咁咯。即係我好驚呢樣嘢，因為始終我哋開頭係大膽挑戰一波啦，好大鑊嚟嗰個，即係個樣做到係好似玩咁咧就。依家有種 Q 地嘅感覺嘅，係啦，即係諗下嗰個眼神係要點樣傳遞出嚟啦。跟住 Alvin 就你好似好怕醜咁啊！你係眼神當中係呢4個入邊最弱嗰個嚟嘅，因為嗰一下就會令人覺得你好似好怯咁。你上台之前，或者你排練對住鏡，你做個表情，你就要俾人覺得我係好正嘅，一個點樣 sexy 嘅樣，你係自己對鏡睇下。你哋呢個 piece 其實係 sexy， 但係唔係中性嘅 sexy 啊嘛。依家係玩緊男人嘅 sexy 啊嘛。大師兄果然係大師兄，連表情都幫你哋執埋。即係一邊嚟彈出，佢唔識啊！條眉好有用㗎。啱啱嗰個眼神幾好，就呢個眼神幾好，就係呢個唔好尷尬。明明沒有病徵稿發燒，神奇的蒸氣。Feeling so hot, fever fever。因為呢一個 performance 你哋係想帶少少性感或者妖豔嘅狀態啊，咁 Gordon 未有嘅 ，suppose 你跳舞都好叻，但係唔係呢一個眼神啊，就唔係同一件事裏面咯。即係我幫 Gordon 講説話咧，我覺得佢係用緊第二個 perform， 即係你用緊第二樣嘢去演繹，但係可能唔夠大，而唔係中性嘅要，而佢做唔到。個狀態好老實啊，而家係。表情管理嘅問題，其實一直都係 Gordon 嘅弱點。太認真啦，都有諗方法去解決咯。即係之前都有試過對鏡練，但係好似練極都唔係練得好好啊。咪住真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臨比賽前一日，大媽竟然舊患復發。係嘛？我哋 Group 3呢一 round 齊齊整整，一齊入20強，加油！加強健 ，Let's go！Let's go！ 20強健，聽日一定跳到，放心。第二回合小組對決，跟住出場嘅係第三組，成員包括 Gordon、小雞、大媽、Bosco 關、
Elfen Light。佢哋嘅自選項目係 Fever。呢度一出嚟個感覺有啲似真係一個組合咁嘅感覺，有啲氣勢啊嘛，男團啲眼神啊，我就覺得喐喐共啦，都係喺度。Feeling so hot, fever。上天相遇，高溫度始終成勁。高溫火焰，我要熱情，別要冰。明明沒有病徵都發燒，神奇的蒸汽。沖天火災頭頂一個。OK。你也的看，我也的看。好油膩啊！ I just gotta feel tonight。今晚只知我發燒，要你的狂派。Fever。Feeling so hot。Fever。You got me feeling so。佢真係齊嘅，呢個係讚。係評判嘅樣，同埋好有力嘅啫。Fever，只需一見面，火燒天發現 Fever。身體充斥高溫火焰，入夜繼續升溫。小雞幾好喎，好好啊！今日第一次跳嘛，佢今日第一次。我只有興奮，捨棄所有理性賽，練習共你擁吻。只想跟你尋求快樂，你是世紀最美佳作，會永遠記得午夜變態精彩，觀眾個呼喝。甚後已刻上你名字，不但寫清楚預言，十萬要發燒，講經歷過最美的城市。You're my remedy, baby, and I just got a fever tonight。今晚只知我發燒，要你的狂態。Fever。Feeling so hot, fever。You got me feeling so hot, fever。只需一見面，火燒天發現 Fever。只需一見面，火燒天發現 Fever。今晚只想懇求你血腥，攝氏數萬仍然在慢醒。You give me fever， You give me fever， 火燒天靈蓋處境，是你高溫衛星。Fever。海觀啊嘛，跌咗眼鏡，剪走我頭先之前講嗰啲嘢。而家啲細路仔係啦，係啊，真係。我想試下聽下你哋咧，你哋可唔可以咧入翻頭先嗰個情緒，介紹多一次自己，即係好有型都要跳住講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22號 Elfen。好尷尬啊！好 impress 啊，多謝！我一路頭先一路睇一路喺度撳筆咯，好緊張。問下 Gareth Chan 啦，我真係冇乜特別 comment， 整體上真係好好睇嘅。Gareth， 我都覺得幾好。哇！佢諗住講幾好講一晚，佢諗住。最興奮。好齊啊！你哋跳得，阿芝咧？我覺得呢一個 piece 係好專業啊，嚇！即係你哋好知道
觀眾需要乜嘢，你哋好知道自己做嗰樣嘢嘅時候點樣可以放大自己。我唔再讚你哋，因為你哋已經揾到個 enjoyment。好啊，嗱，我係喺你哋掹起件衫之前，我已經開始讚㗎啦嚇。但係掹衫之後有冇加分咧？我又話哎呀咁樣，即係去到嗰度咋咁樣。有趣嘅係咧，嗱，佢哋5個係咁嘅風格啦。剛才嗰組係一種完全唔同嘅風格。轉頭我哋 battle 環節見，唔該晒。Yes！ 哇！媽媽，太激動啦！哪個？好話差。食哪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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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叻仔做咩喊？太開心啦！我中意你哋啊！做好每一個表演咯，即係起碼我自己咁諗咯。恭喜晒 Group 3成功突破自己。不過花姐講得啱啊，你哋快啲收拾心情，準備嚟緊嘅指定項目啦。第2回合小組對決，有請第1、第3組。點解阿祖同花姐都咁擔心？因為比賽前1日，佢哋嘅表現都仲未成氣候。呢隻歌係戰鬥格嘅歌嚟嘅，咁 suppose 係10個都係戰鬥格啦，冇啊，即係用緊一個唱慢歌嘅樣去唱緊呢隻歌咯。我都唔係幾想放喺我全民造星嘅節目裏邊㗎，即係我咁緊張捉你節目，我就希望我每一個 item 都好睇，啲觀眾覺得好好睇你啲 item。咁呢個 item 我唔覺得我想擺落去咯。第2回合小組對決，指定跳唱歌曲 Eagle， 有請第1、第3組。他緊他到個率性，要痛快透頂，活着為放任，落下自滿的神情，不經思索的面前，是神聖。最懼愛這個我要最愛我，你哪裏會聽？只佔一生要審判這個他。我主觀講一句，不需理據，把它隨處誇張化，但你每寸偏差，途人無笑着未論真假，無人曾慰問同情過他，只想喧嘩，歡呼喧嘩。哇哦 ！Break down， 過了界再放大 ，Who's gonna break it down？ 句惡咒叫説到夠，把他身體燒開放憂，似個殺手，殺戮，哪會戰鬥？還賣力放鬆我嘅問候。Talk what you want, where I really don't care。他在引擎嗰刻就冇諗住剎車。Put the brakes, hell no， 唔係咁多爹。Wait, what this? What you got? Huh? Useless， 在路上見到不甘。仲未聽到聲音，訴説着 ego， 又渴望多哭求去得到更多傾慕，浸在白領之巔，要再次呼號。只佔一生要審判這個他。多主觀講一句，不需理據，把它錯處誇張化，但你每寸偏差，途人們笑着未論真假，無人曾慰問同情過他，只想喧嘩，歡呼喧嘩。Break down， 過了界再放大 ，Who's gonna break it down？ 句惡咒要説到夠，把他身體燒開放憂。個殺手，殺戮，哪會戰鬥？講下 pop 有啊。Larry 跳舞真係冇得輸。引名四出挑引批鬥，哪位真的可追究？身份都轉你當成這個他，幾千位幾千次，不管理據挑剔錯處誇張化，懶你每寸偏差，你會痛心嗎？會了解嗎？誰人無過犯，誰無錯吧？幾多真話，幾多假話？ Let's go！ 喂，嚟啊！
服數學讀問候。技術到夠，擺返身體，試下放悠，似個殺手，殺戮，鬧戰鬥，誰為在病態界嘅時候。第一次見到嗰三個型啊！唔該晒，第一組同埋第三組，好俾佢哋唞下氣嘅時間，不如我哋先問下評判啦。睇完佢哋呢個 battle，綜合你哋更喜歡第三組嘅，請俾紅燈。該晒第三組。